大家好，我係汪明荃。喺嚟緊11月3號將會舉行仁濟醫院嘅慈善粵劇專場，由我同家英哥合演一套經典劇目《漸遠城》，為仁濟醫院贈醫施藥基金籌款，向貧困老弱或者有需要人士提供中醫藥、牙科及眼科折扣優惠。如果你想支持我哋同埋仁濟醫院，睇好戲之餘又做善事，咁就要快啲打嚟1872828，或者上仁濟醫院網頁捐款啦。11月3號晚上7點15分約定你，多謝多謝。福星粵劇團演出成功，福星粵劇團2025演出成功，大家記得買飛，多多支持，希望大家快啲買票支持啦，多謝你，多啲支持，多謝支持。